着小星星，不成调的旋律。哎，你们快过来看！唱到天明。哇！你总在我梦里，笑得很甜蜜，为你变更优秀是我的秘密。真的好有诚意啊，好羡慕啊！好浪漫啊！我小的时候看金粉世家，有一场是叶希跑到冷清秋学校楼下对他进行大型告白，第二天全班女生都在讨论剧情。金粉世家啊，张恨水的那个小说吗？他说的是电视剧，就央视老爱重播的那个。哎，小女孩就是喜欢这种浮夸的场面。哎，说起来，小时候我可崇拜冷清秋了，他端了一盆水，从楼上泼了叶希一身，超酷的。哪里酷？那么高的楼，他还不那么准，能不酷吗？啊！滚！他泼的也超准的。别啊！孩子，你也回去吧，那衣服都弄湿了，快回去换换。我这好不容易才准备的。散了吧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男朋友或者喜欢的人啊？我爷爷不让我早恋。得了吧，搁古代你都得3个孩子的妈了。谈恋爱多没意思呀，破案比较好玩。你破的案可真破，把自己人都给揪出来了。人家蔡阿斯好心替你出气，结果呢，沦落成了鸡大过的下场。我破案之前也不知道是他呀，主要还是因为我刑侦手法太厉害了。哎，说起来，我感觉你们俩关系挺奇妙的，该不会有情况吧？有什么情况啊？我俩高中你又不是不认识，一直都这样。可是我觉得他对你很不一样啊！你想，他都可以为了你怒发冲冠的去黑新生演讲，这也太暧昧了吧？暧昧什么呀？你少胡说八道！不信你问小洛，以小洛的经验，他肯定能看出你们之间的猫腻。我也不知道呀，我又没谈过恋爱。啊？不是，你的样子像是谈了100次恋爱的感觉，同时能有个足球队在追你。你们凭什么震惊？搞得谁不是单身一样？哎，我啊，我得信你啊！像你这么懒的人，哪有心思谈恋爱呀？他呀，都懒到了，恨不得上厕所都有人帮他上。男明星可不算男朋友哦。我懒得跟你们说。